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係向日葵，歡迎收看呢個禮拜嘅社會是天譜。做馬該議會按多年啊！因為今天來了2位課審會的學生代表，我們要來認識他們，順便了解課綱是什麼。好，呢個禮拜社會是天譜，同你大家向我來關心咧，係你嘅課綱馬扎社。唔還記得今年前個月有學生嘅審課綱嘅新聞麼？新政府通過新嘅法律，除咗本地嘅教育部官員、學者專家、先生、家長以外，學生嘅咪係審課綱嘅其中一個成員。有8個位學生嘅連同可以舉行議會，家頭就對現場嘅學生嘅當中選出嚟去審課綱嘅學生代表。報名嘅學生嘅當中，除咗國中、高中、韓國大學生以外，還有2個小學生。一件事情，有國內學者就批評，實在係太無堪參嘅。有完成報到的36位候選人中，選出一共22位學生代表，其中年紀最小的候選人就是這位才剛要升上國中2年級的盧同學。我覺得要從教育改變，讓課綱簡單化。新嚟課綱係乜嘢呢？佢同亞洲又有乜嘢關係呢？想要去打出課綱，你就查佢到一道規定嘅條文，像係小學6年生嘅國語課綱就會按一下。認識常用國字至少2700字，使用2200字。認識文字的字形結構，運用字的部件，了解文字的字音與字義。係講唔係唔到了解。也就溫習方式來看，就用線上遊戲來做理解。係講唔係主角，就聽從客服遊戲升級嘅規定。大概等級都有個學習嘅能力，等級3就有學習邏輯式，等級10就有學習運算式。另外課綱就係升學嘅遊戲規則。對小學、國中到高中，喺二本就課綱寫出唔當然愛用嘅課本。常常細細嘅老吳講，唔愛學校嘅基本功，學校嘅爭咗嚟向喺以後期待前進。比如講，小學1年生愛學校用顏色加同甲，到為小學6年生就要學校分數按用嘅詞。一條地帶課綱都係教育專家提呢，學生嘅捐課接書，冇辦法嚟表示意見。不過去年一到高中生發起嘅反互相課綱嘅活動，所以家長係啲嘅反對馬介呢。原來係教育部想要修改一部分嘅課綱，不過冇先同社會大眾來討論，修改嘅過程未冇公開。一個運動受到眾多嘅討論，參加運動嘅學生嘅韓國先生都認為，現實嘅世界係多樣嘅，課綱沒有包含多樣嘅想法。像喺台灣歷史，我有原住民嘅觀點，國語應該增加台灣文學嘅比例。按呢意見，竟然以為韓卡反正嘅做法，就會實施嘅新語言國教課綱，唔但將教育專家做得表示意見，我用嘅學生嘅咩以為表態嘅權利。一到無強用北京嘅高中生同大學生，就入到課綱審查會來做學生嘅代表位。所以一到各個姐姐對新嘅課綱有乜嘅看法呢？今日就共我哋討論。我看到課審大會為咗世界代表，雖然講都6章嘅時間，還冇經過立法部長嘅審議，不過喺你當中看，你就要嘗到其中2屆都在你節目嘅現場。大家好，我是動物政治系劉千萍。大家好，我是即將就讀東華大學的蕭祖君。謝謝千萍跟祖君來到我們小兒事件部的現場。現場很多你們的這個弟弟妹妹們，他們對於課審會或是對於審課綱這件事情，其實有很多的問題想要請教你們。來，誰要先？我想請問一下，你們怎麼會想要去參與這件事情？其實這是有點耗時間，跟有點麻煩的，對不對？其實我個人是因着我覺得在我的生命歷程，還有整個受教育的歷程裡面，我覺得還有很多地方可以透過課綱的審議去做一些改變的。那除了我自己本身，我高中的時候是台灣文學研究社的背景，那我覺得在課本裡面，台灣文學的部分佔比好像
是比较式微的。对，那除了这部分之外，我自己关注的议题还有一个就是，我母亲是来自越南的新住民。对，那我觉得教育是影响一个人不管是他的人格发展或者他的世界观非常重要的起点。那课纲的话，它影响到就是我们课本要学什么的一个基本的架构。那我觉得从审议课纲这件事情上，虽然我们不一定会直接的去拟定这个课纲的内容，但是我们可以去检视它有没有哪里是谬误的或是不合理的地方，这样子。在去年的反黑箱课纲运动时期，我也是其中一员，然后一直到后来的服役的解禁的部分，也一直都有在参与，就是我一直都在参与教育议题的部分。那一个这次影响我比较大的部分在于说，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有没有教过关于性别的课程？对，就是我自己本身性别，你们现在看到是我看起来像是男生对吧？对，但我自己的性别认同是女性，就我希望自己是女生，就是我是个跨性别。那我觉得在不管是跨性别、同性恋、双性恋这部分的东西，其实就如同新住民一样，有非常多的部分是没有被看见，也需要那一部分的声音出来的。所以，就是对我希望以自己这样的身份，然后以自己这样的经历，把这样的东西带入我们的课程会，带入我们的教育里面。派大星，你的表情充满好奇，你有什么要追问的吗？我真的很讶异，你刚刚说你认为你想要当个女生这件事情。哎，蚊子，我想请问，之前不是有黑箱课纲吗？那请问一下，黑箱课纲在未来的审查会议中面有没有被移除的可能，或者是翻转？因为在以前的课纲，我们是没有一套法律来规定说课纲要怎么制定，要怎么审议，为什么他可以做这件事情，通通都是没有的。但现在，例如像我们2位审议大会的学生代表，像我们这种是必须由行政院提名后，立法院去做审议，才通过才可以担任。所以在我们的会议期间中，我们是必须负起相当的政治责任，就是关于我们的发言、我们的表决、我们的决策，像这样的东西都是必须被公开的。对，所以在像去年那种会议记录没有办法公开啦，投票结果没办法公开啦，这些事情在未来应该是不会再发生的，因为我们已经有相当的法律程序来就是提防这件事情。因为不是有几位小学生就是一开始有报名，对，一开始有报名，但最后就是退掉那个。可是我觉得那个学生的意见也是蛮重要的，因为课纲算是就当做是一台现在人最常会使用的 iPad， 那个总不能就是让不管使用者的意见。那我想请问，你觉得小学生的意见重要吗？我觉得超棒的啊！我们本来就是听说有小学生要来选的时候，就有想说，不然我这一票就盖给他，这样算了，对啊。宁可牺牲自己，也要成全他。我觉得，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公民社会里面，我们这几年非常一个热门的议题叫做青年参政。那这个时候，教育部说要让学生来参与审课纲，而还有国中小学生愿意自己出来审课纲这件事，我觉得这非常值得我们尊敬。我讲真的，对啊。就是你在他们那个年纪，你可能还不会想到，或是具有这样的意识。他们竟然在国小时候就萌芽。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教改这么多年来，其实课纲不管是它制定的过程，或是它制定出来的内容，一直都有一个争议的地方在。那我认为，就是学生代表进入课审会，它除了可以增加一个多元的声音之外，也可以显现出就是学生自己在课纲的使用上的主体性。它可以表达出，在我的生命经验里、求学经验里面，我觉得在课纲的制定下面，可以怎样让整个课程的衔接也好，或者是说，内容上面可以让大家可以有更多元的学习。对，那我觉得这部分就是学生代表可以带进去的意见。刚才2位啊谈到一个观念，我不知道小澳们有没有听到，就是主体性。那到底社会的主体性，尤其作为课纲的使用者，应用版呈现到课程会当中，还有佢哋扮演的角色，就是几重要。看来看呢个礼拜的社会太天窗。
谁说学生不能审课纲，我们就审给你看。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讨论学习上面遇到的问题，之后再去跟学生代表分享。每到位提出想法同學生嘅代表嚟對話，並邀請嘅3位考200的小奶先生同一條社會嚟開一場教育討論大會。那你当时对李嘉宏这样子讲，你的想法是什么？假如说我现在6年级的话，对，那我不一定可以去升6年级，我可以去升5321这个年龄层，就是因为我们已经经历过，就是我们已经经历过完那一段时间，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我们在以前那一段时间需要的东西是什么。像张宇超刚刚讲说，5、6年级的学生去审1、2、3、4年级的课纲，然后可能国3的学生来审国1、国2的课纲，就是可能在我们上一个阶段的人来审我们，就是比较低他们阶段的课纲，我觉得会比较好。我觉得是可以纳入小学生的想法，可是又觉得小学生其实年纪就是见识、知识也没有很多，所以就觉得有点矛盾。是我觉得小学生其实不用有很多见识，他只需要是小学生就好，因为他学习的就是小学的内容，他最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所以其实他也不需要很多的见识，他只需要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我喜欢这句哦，小学生只要是小学生就好了，自己知道自己。因为身为一个小学老师啊，我很习惯就是很习惯听到小学生就是各方面不足的一些评语这样子，可是又会觉得说小学生本来就是小学生啊，小学生只要长得像小学生就好啦，不然小学生要像国中生吗？这样会像高中生或者大学生吗？像我们都是小学生或者是国中生啊，那我们就是一起聊教育，听起来就是大人做的事情，可是我们小学生就在聊。其实相对于大人来说，其实我觉得小学生在聊，其实也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我们离教育是非常近的一件事，因为我们就是当事者，我们最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所以我们才就是更了解说我们教育应该要怎么做，然后我们缺少哪些东西之类的。3來正式開會嘅，不過也頭前的1點鐘，大家講出的眾多的不滿，請當然討論的就是加課的問題。我們的課表沒有表意課這個字，我們班直接改成英文。最詭異的，不學來怎麼辦？就外面連的課表是表意，可是聯絡簿抄是英文。然後我們表意成績就是老師叫你演英文課本的話劇。啊，其實我覺得是我們學校從頭到尾就已經認同老師拿表意課來上數學這件事情。就是他排課的時候，雖然表面上說是表意，但實際上自己是把它排數學課。對，就算是國小，還是會有遇到借課狀況。國文通常是國文跟數學。國文已經都上多課還上不完，那你們沒有上綜合課，你們感覺如何？我們根本沒上過綜合課，我們會有感東西，我完全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你們沒有飛出過籠子外，所以你們不知道什麼感覺。不過加課的問題同課綱設計冇乜嘅關係，故所開會開到面後，大家又開始討論同課本有關的問題。吳慧飛他說，他覺得小6很簡單，然後到了國1很難，對不對？你有聽過你的同事或是某個老師說，那個小6的數學分數，如果你是80，國中就變成60，等於是倒扣20分。在我那個年代都聽過啦。我們老師有這樣就這樣跟我說，他說你現在考100，你到時候到國中就80，你自己看怎麼辦？除咗小學到國中加倍到某個問題，有啲社會未針對課本的內容提出的不滿的意見。所以你們英語課本是跟生活脫節的嗎？對，我覺得完全脫節。因為學校教的只是你應付考試，假如你們家人把你照顧，你也是完全沒有辦法，你也用不到這些東西啊。真的很簡單基本的文化。像那個國中要背那個中國有幾個火車站，然後要背那個。假的要背啊！對啊，我們以前就是要這樣。為什麼要背火車站？這不重要吧？我不會這樣。他搞不好會叫你去搭火。不用飛了就好，幹嘛？因為你會飛。開會可以4點鐘做，大家4點鐘答可以教育會議，不止喊堂嘅度，大家笑到嘻嘻哈哈。所以有啲社會會提出乜嘅意見咯？假如就是我們會就是沒有辦法加入第一題會直接給你完整的過程、完整的說法跟完整的答案。課綱嘅重要性之一是佢家庭嘅學生嘅學到乜嘅，係佢最具體化體現之一是記得讀嘅課本。到底你係記得讀嘅課本，自己發現有哪啲問題，佢哋可能就把大會列出來當多項目。誰可以先講？你們覺得現在課本遇到什麼問題？來，我飛。
就是第一个问题是难易度落差太大，像是小学课本非常的简单，上课其实可以趴着睡觉那种简单，但是那个最近有接触，就是补习班有接触到国中的数学，但是难度难到我甚至跟不上。那这个可以去做一个审视，还有就是12年国教这整个课纲要是适用整个从国小到高中职的一个阶段，那有没有去通盘的做一个整合式的思考？才不会去导致可能像难易度落差，或者是说分科感觉各个领域学习的东西分太开这部分，可以应该是在拟定的这个阶段，可能可以被处理的是比较多的。来，一样，我会跟你说，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没给思考的机会。那像就是一样以数学来举例好，就是像我们的课本中，它通常第一题的例题就是它会把答案。然后就是算式过程，以及旁边还会有一些文字解释得非常非常清楚。然后虽然这样子看起来非常的就是易懂，但是与其这样写，不如让我们自己来写，那这样更加印象深刻，而且也许会更容易懂。非常认同，确实我们的教育从国小到高中一直都没有给学生思考的空间，没有错。例如社会科或是语文科的部分。他们就是没给思考的机会，其实反而比数学更多。老实讲，对，其实，在很多历史事件里面，一个历史事件，它确实是有个历史事实，但在不同的解读下，它会有不一样的面貌。就是现有的课纲啊，像过去的课纲，通常都是单一的答案，填鸭式的答案，就只有一个选项。对，那其实从我们学生代表有发出的声明里面讲到柔性课纲的部分，也是希望说可以有更开放的答案去面面俱到，或者说去让大家去思考说怎样的一个角度是我们学习所感受到的真相或者是真理这样子。对，来，还有谁有问题？阿哲，然后那个姐姐有提到那个填鸭式的教学方法，我想问一下什么是填鸭式？好，那我举个例子好了，就是其实我们除了作文之外，英文作文或是国文作文之外，其实很多的考卷是不是都是固定的答案，都是选择题，然后最多可能就是多选题。对，那其实这种僵化的答案，其实就是属于就是比较填鸭式的解答。那我们的教育体制下，其实一直没有给学生机会去表达这些多元的可能性。那所以就是我所谓的就是填鸭式的教育这样。就是在我们昨天记者会的时候，就是我们有讲到一部分，就是我们未来学生代表希望我们的课纲可以就是迈向柔性课纲这件事情。我以历史公民课来举例，我们是不是有办法把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后，或者甚至没有出现过的东西，通通搬出来，让所有的学生了解到说，为什么会有人是觉得是这样，为什么有人觉得是这样，在经过思考还有思辨以后，让学生来自己决定他们相信什么才是知识。小哥哥讲嘅柔性課綱係乜解呢？其實佢係一種開放有導向、無規定且一定答案嘅課綱。像係隨時嘅歷史課綱，請一頁簡單地寫嘅歷史教育嘅目標，其他嘅內容就係先生自由地發揮嘅。同台灣嘅歷史課綱有54頁對比，規定嘅課程內容較多，先生做地發揮嘅你就較少嘅。海大西，就是其实像是说我们现在都在分出科目嘛，就是有数学、国文、社会或是自然等等。然后其实我觉得，如果其实这些东西他们都可能都是在讲同一件事情，可以把它们融合在一起。像现在就是我们国考有5大类，那可不可以用社会的时事来学习这些5大科的那个内容？比方说社会是今天发生的 OK 一个抢劫案，抢劫案里面有没有数学，抢了多少钱？然后抢劫案里面有没有比方说公民他违反了什么法律？那抢劫案里面有没有国文？这个人可能有留下什么蛛丝马迹，他写了什么东西？我觉得他的想法整个可以跳脱就是课纲这种框架。像你这样根本就不用课纲了，你这样也不需要课本，其实也根本不需要教室，这很棒，对，超级进步，进步到一个对超级翻转。但我们现在在这里，我们现在可能课纲审议在这边，但你讲的是后面墙那一边的东西，我们可能没办法一下去那么远。OK， 这位先生那就不好意思。好，来，最后还有一个面向是你们都有遇到，对不对？这是谁要来发问？张一莎。
就是因为现在我们的英文课本里面都会有一些假设人名，然后都是一些就是死板板的 Tom、Jenny， 对，就是那 Mary 种，就是那种，然后就是根本就是与生活是无关的。然后就是说，可不可以加上一些就是比较实用的一些绘画，就没有那么死板，就 Tom、Mary 这样子在那边。我觉得我们的英文教育会这么不注重绘画，主要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英文还在考选择题，就是你的文法、你的单字什么一定要有单一的标准答案。但我自己在去过很多国家回来的感觉，就是其实外国人根本不会 care 这些东西。当然你用的太糟的时候，他们会完全听不懂，这也是对。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又要回到我们刚刚所讲到，就是课纲它是一个最低的标准。我们当然也认为英文教育不应该跟生活脱节，但像今天你们应该都是台北长大的小孩，对吧？我们两个是来自彰化，那在我们那个地方，就是上国中以后 ，A 到 Z 照顺序写不出来的学生是蛮多的。那真的是蛮多的。很惊讶，在座周围有遇到同学是 A 到 Z 写不出来的，请举手。几个？一个。你遇到几个？我遇到4、5个。班上有4、5个。对。我印象中，我国一入学的时候，我的同班同学有14个。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有补过英文的，可以举一下手吗？真棒，全部都有。我忘了举，不好意思。对。对。连摄影师都举手了，你看。那我们一直在讲，教育是一种志业，它应该是无差别性的。对。那所以是要定最低门槛，而不是以你们为标准来定门槛。所以台湾其实小小一座，但我们有太多不同的人，不管是族群，还是生活经验，还是任何的，对，就有太多不同的东西在这个里面。那我们一个政策，如果只单就某些人他们为主来去做的话，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政策，尤其它是教育政策的时候，对，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满足于所有的样子是不可能样的。但我会希望我们可以不再是只是顾虑到可能城市的孩子，或者是乡下的孩子，或者是 anyway 不一定，对。但我们有越多的人在里面，越多不同的人在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有办法顾虑到越多这样的东西。OK， 今天非常感谢这个竹君跟千萍宝贵的时间以及详尽的解说。最尾嘅時間，我愛嚟請教你嘅觀眾朋友，而家問題經過2個禮拜你對課綱嘅討論，你可能你係大人也係學生，你認為學生嘅有資格參加課綱嘅審議嗎？請你好好嘅思考。以上係2個禮拜節目內容，非常感謝大家嘅收看，記得下個禮拜6下午的7點半準時收聽。小愛是天普，希望大家。一擺同學生嘅台北話錄樣討論過後，發現沈可講同一條社會上嘅有所長，嘅家條有很用嘅看一擺嘅成功呢。我覺得啦，也沒有失敗，也沒有成功。其實不一定每一位觀眾都跟我們的想法是一樣，所以假如我們成功了，他們可能沒辦法體會我們的感受，即使我們是對大家定義都不一樣，就看他們說的一樣。為什麼那些人就會去為這個反黑箱？可能學生的聲音很重要啊。我們其實是以觀眾的角度想，就是看新聞之後，然後做了一點深入的討論之後，就達到一個論點，就說這可能是我們想要的課綱，但其實真正的課綱是他們跟我們解說過之後，我們才知道，這可能也讓很多觀眾就是的疑問解開。按照社會還係有一道有關學習嘅問題，將可以訪問教育部。我們希望係講有機會，一到社會就得去訪問教育部長，一條難題。